由市府观光旅游局主办、中华台越新住民关怀协会申办的114年新南向旅游导览人员的培训，日前举行结训的成果发表，由着观光旅游局的专委丁玲丽来受证。中华台越新住民关怀协会理事长甲副理事长嘛拢出席来见证。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我们从110年就跟这个台越的这个关怀协会一起合办这个活动了。那也借由他们帮我们找到东南亚的这些新住民或者是侨生来上课，成为台南的观光尖兵。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是我们老师们牺牲3个周六周日，我们学员也牺牲了3个总共6天的假日时间呢，来协助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在训练133位分布在5、6个国家的学员的，我们的导游老师的哈，而且今年有几位都考到导游执照哦。以前大家叫什么旅游辅助导览人员，对不对？现在可以真正就考到导游执照了哦。或许明年我们可以把考取导游执照变成我们课程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许是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亮点了哈。这项的计划对民国110年开办以来，已经培育出133位具有跨文化甲语言能力的新住民导览人才。今年总共有来自印尼、泰国、香港甲越南，总共31位的外籍新住民来参加。其中嘛有学员伫受训以后去参加导游领队的证照，唔定会用用母语带厝内人来台湾佚佗。嘛用以专业来带团，为观光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之前我就知道说什么是旅游，去哪里玩，但是我参加了这个课程之后，我发觉真的其实很多台南的观光地点还有美食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也希望参加这个课程之后啊，可以接待很多我的同乡、我的印尼啊，还有我的其他的朋友，还有不只是亲戚朋友，还有我们的移工，因为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移工来台湾，他们也想去哪里玩，然后有时候因为语言上的，然后也不知道到哪里。那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协会，然后就让我有机会接待他们这样，然后欢迎大家哦。我以前是读成大历史所的。那我也是了解很多台湾的文化历史，但是其实都是在就是纸上谈兵的那种。但是在这个6天的课程呢，老师们就带领我们去了解台南的更深入的，甚至可以带我们去走访，就是台南的一些观光景点，还有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要当一个导游，你要怎么去介绍，要怎么去推广台南的或台湾的观光的资源。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今年的课程以着强化导览的专业、深化文化理解，甲着导入观光应属为核心，结合理论甲着实务，并且融合 AI 技术，提升旅游的设计甲着服务的品质。希望未来会用进一步提升台南国际旅游的友善服务，让台南成为新南向甲着其他国际旅客来台旅游的第一选择。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